昨晚只睡了4個小時，看我究竟做了什麼恢復元氣，可以精神滿滿的出去工作吧。日常呢，我就搣開個膠貼嘅，我倒喺上面呢，我就會敷埋大椎、敷埋腰、敷埋肚。呢個精油貼咧係奇艾嘅精華，喺呢度咧係艾草包，咁就敷咗之後，你成個人短咗，你都會精神好多嘅。我仲會食埋我自己嘅零食啦，呢個就係西洋參片咯。好多人嘢嘅話就會陰虛燥熱，又好攰，但係食任何嘢咧一補咧就上火，就熱氣。西洋參咧係滋陰，特別係啱捱夜嘅朋友啊，成日口乾舌燥啊，又想補氣又唔知點樣補，就好啱食洋參噶啦。呢個洋參因為加咗蜂蜜啊，加咗蜂蜜所以唔話食，佢唔係好似我哋普通嗰啲西洋參咧，我食唔到嘅，我覺得好苦。呢個甜點記咧就當零食食噶啦，佢已經係喺個蜜入邊浸咗好耐。我有好多香港朋友都好中意，因為好方便。我哋依家呢一個年代嘅中年人已經同阿媽個年代唔同噶啦，所以我哋所有嘅產品都係超級方便。以前做 artist 好忙啦，以前嗰種生活嘅習慣就係隨時要方便，要帶出去，隨時隨地嘅養生。如果唔係你堅持唔到咧，你係睇唔到結果，同埋睇唔到個轉變嘅。咁當然你嘅習慣要好啦，因為我就係連續有幾日點幾兩點瞓，好快呢個就起啦。嗰幾日又唔記得咗飲我哋嘅膏方。所以咧，愛錫自己，即係隨時隨地都要關注自己，仲會食一個芝麻丸啦，芝麻丸補頭髮、補腦、補肝、補腎、補血，仲有一個成人白珍丸健脾祛濕。健脾祛濕咧係成世人都要做噶啦，我哋應該冇一個人可以話自己以前唔飲凍飲啊，年輕嘅時候唔着呢個露臍裝啊，唔着短褲短裙啊，唔貪凍啊，咁基本上大家90%嘅人都係脾虛噶啦。呢個入邊有人參啊、茯苓啊、蓮子啊、山藥啊呢啲健脾祛濕嘅靚嘢，咁呢兩個都係我每日嘅零食。我哋嘅芝麻丸咧係9蒸9曬咗之後，佢一啲都唔會好油膩即係覺得好難入口，亦都唔會好甜，佢仲有一個小糖包可以加。小朋友食啦，老人家食啦，中年人食都好好噶。如果你戒咗口一排，又養咗脾胃一排之後咧，特別係你食我哋嘅早餐粉同埋白珍丸之後，你慢慢會覺得你食嗰啲好油膩嘅嘢啦，或者係凍嘢啦，你會好唔舒服。我要繼續曬太陽梳頭，跟住咧我會瞌一瞌。喺香港開始做嘢啦，希望今日順順利利。化好妝，出發。